冇話有好嘢唔益你哋呢幫兄弟姊妹。珠海市區南平華發商都隔離啊！呢一套豪中嘅4房單位，128個平方，送足30個平方米俾到你，僅需要唔到20個你就可以輕鬆做業主啦！送足30個平方米，究竟係邊度呢？門口就有7.5個平方米係送俾你嘅啦。入戶花園你可以自己使用，全屋嘅智能家居系統啦，都係交付標準，以及呢個入戶嘅綠地玻璃窗啊，我個人真係特別中意。更加驚喜嘅係呢度入門口6個平方米嘅電競房都係送俾你。到呢度為止已經送咗接近14個平方米啦。呢個客廳你中唔中意啊？做到一個南北通透嘅設計啊！全屋嘅天花吊頂、中央空調以及呢無主燈嘅設計都係交付標準。而且樓下仲有羽毛球場、網球場以及泳池，室內室外都係有嘅，而且係現樓喎，你即買即住即交樓啊！執下啲口中牙刷就可以直接搬入嚟住啦。廚房啦都係你所見即所得，叫幫 band 喺呢度搞 party 啊，都係夠晒 face 啦。成個客廳嘅開間足足去到5.5米啊，使用量都去到接近100%。呢度就係你嘅父母嘅房間啦，都係朝南向，非常光猛。對面就係公共洗手間，乾濕分離，所見即所得。呢度可以作為你嘅仔仔女女房。更加令我驚喜嘅係呢個主人房啊，3邊6嘅床位做到擺低張2米嘅床，可以做到咁闊落一個空間感，真係太好啦！贈送嘅面積都係有嘅，衣帽間啦、呢啲櫃啊、陶瓷啊，都係全部幫你安排好啦。呢度去到華發商都僅需要5分鐘嘅車程，翻到港珠澳大橋人工島以及港北口岸僅需要10分鐘。樓下仲有去到港澳嘅直通巴士，非常方便啊！樓下仲有商業街、學校都係一應俱全。感興趣嘅朋友可以喺評論區 call 3條路，我係小雅，點個關注帶你睇樓。